包括最后31.5秒莫瑞超前3分球在内，丹佛金块今天靠尾盘15-0攻势反败为胜，99-95气走明尼苏达灰狼，也确定以西区第2种子之姿闯进 NBA 季后赛，首轮将遭遇圣安东尼奥马刺。约基奇 Nikola Jokic 替金块攻的29分14篮板，莫瑞 Jamal Murray 赞助17分，灰狼则以魏金斯 Andrew Wiggins 25分最高，迪恩 Gorgui Dieng 贡献18分11篮板，替补上场的雷诺兹 Cameron Reynolds 相助19分。灰狼此役少了因左膝发炎缺阵的明星中锋汤斯 Karl Anthony Towns， 但其他球员联手就足以让命中率不佳的金块一路追赶。中场前4分02秒，灰狼还以95-84领先，但战局在此时出现变化，金块先靠约基奇近距离跳投得手，再由巴顿 Will Barton 投进3分球以及2罚中1。中场前1分57秒追到90-95。接着灰狼沙瑞奇 Dario Saric 投篮不进，金块靠米尔塞普 Paul Millsap 3分线得手，中场前1分30秒追到只剩2分差。灰狼情急之下连2投不进，金块巴顿虽3分失手，但米尔塞普抢下进攻篮板后把球拨给莫瑞，让莫瑞长距离出手命中超前的3分球，金块反以96-95领先。金块接着锦上添花，约基奇2罚俱中，米尔塞普2罚中1，中场就以99-95胜出。